大家好，乃黑 K 以行商，天然行商周运通。待会我们在运动之前记得要暖身，等一下我们会前弓后箭，让我们的脚往后延伸，是伸直的。让我们的双手慢慢的往上延伸，回来之后再换边换脚，慢慢的往上，把身体往后仰，再回来。记得我们前面的脚啊，膝盖一样对准脚尖，脚往后延伸，踩稳之后，我们让两只手慢慢的往上，往后仰，回来，再换边，往后，慢慢的双手往上延伸，记得配合呼吸吐气，往后吐气，慢慢的让双手往天花板的方向延伸。回来，再换边，脚是往后的，让后面的脚尽量的伸直，会去延展到我们的大腿的前侧，还有我们的腹部。吐气，慢慢的往上，回来之后再换边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啊，我们会让你的两只脚往前跨，身体会往前脚的方向去旋转。往前有点蹲下去，身体往前脚的方向去延展，回来，好，记得是往前跨哦，往前蹲下去，身体再慢慢的去延展。延展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掌心可以朝上，跨出去，往下蹲，慢慢的去延展我们的胸口，回来，再换边，往前跨出去。膝盖脚尖一样面对正前方，再慢慢的去转动我们的胸口，回来，再换边，脚跟踩稳，慢慢的去转动，再换边，吐气的时候把我们的胸口延展开来，接着调整一下呼吸，掌心朝上，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。回来之后啊，我们双手放在我们的胸前，手腕慢慢的去活动，活动一下我们的手腕。接着我们让双手往前延伸，把胸口往后推出去，让我们的背弯弯的，像抱着一颗球一样。这个时候膝盖可以微弯，吐气，向前，手往前，肚子往后，再慢慢回来，吐气。手往前，背弯弯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让两只手放在我们的身体后方，我们去延展我们的胸口，手就慢慢的往上延伸，再回来，让肩膀稍微放松，吐气，慢慢的往上延伸，再回来，吐气，往上，再慢慢的回来。接着让我们的肩膀稍微活动一下，肩膀放轻松，手腕一样再活动一下。做完暖身之后，待会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运动咯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拳击运动。天然行商周运通哦。等一下，我们记得双手先放在我们的下巴的位置，脚的位置啊，我们记得让我们的左脚踩向正前方，右边的这只脚朝向大概2点钟的方向。好，想象我们的地板有一个大的时钟，前脚是12点钟的方向，后面的这只脚是2点钟的方向。好，待会啊，我们手会先放回来到下巴的位置。让我们的拳击啊是全身性的运动，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放轻松，像弹簧一样。我们可以先稍微点一点。好，回来之后啊，我们的脚跟就不要踩到地板上喽。我们后面那只脚的脚跟就不要踩到地板上了。让我们的脚啊稍微离开我们的地面。等一下，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的刺拳，手伸直，让我们的中指面对正前方。回来之后，我们做出直拳的动作，
直拳就是我们的右手往前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去转动，尤其是我们的右脚要跟着去转动，让我们的身体面对现在的正前方，身体的侧面面对现在的正前方。回来之后，我们要做出的是上勾，还记得上勾吗？我们要让我们的手肘固定好，由下往上延伸，千万不要做出像捞东西的动作哦。所以手肘固定好之后，就由下往上延伸。接着我们要做出的是侧勾，侧勾我们会由外往内，让我们的手臂跟地板是平行的，我们的手掌面对正下方，回来。记得我们的身体要跟着去旋转。好，让我们先把4个动作合在一起：刺拳、直拳，身体要跟着一起转动哦。上勾，让我们的手大概停在我们的这个下巴的位置。侧勾，由外往内，让我们的手臂跟地板是平行的。调整一下呼吸，吐气的时候，我们的手就打出去了啊。吐气，1、2，上勾，侧勾，回来，吐气，1、2、3、4，回来，肩膀放轻松。等一下我们会介绍2个新的动作，第一个是我们的闪躲的动作，第二个是我们的踢击的动作。记得我们在闪躲的时候，我们的2只手一样都要放在我们的下巴的位置，不要让我们的手放掉哈。手放到下巴，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像画一个 U 字形，慢慢的由下再回来。好，闪躲，慢慢的画一个像英文字母的 U 字形，慢慢的下去，再回来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用到我们腿的力量咯，有点像在做起立蹲下的动作。手放到我们的下巴的位置，我们再一次吸气，慢慢的下来，好，吐气回来。好，接着我们要做出的是踢击的动作。踢击我们会用我们后面的这只脚，由下往上快速的踢上来，再慢慢的回来。好，记得踢上来的时候，我们要保持平衡，有点像金鸡独立的感觉。手扶着我们的下巴，吐气踢上来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肚子需要去处理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要把闪躲跟踢击2个动作合在一起，慢慢的吸气往下，回来踩稳之后，我们再踢上来，保持好平衡，回来先闪躲，由下往上，起来之后，帮我把右脚快速的抬高，保持平衡，慢慢的回来，再一次哦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手放在我们下巴的位置，先闪躲，回来之后。再用我们的右脚快速的踢上来，攻击对方。好，接着我们要把上半身的动作跟我们的踢击还有闪躲去结合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手先放在我们下巴的位置。注意我们的脚，前面的这只脚就是我们的左脚，朝向12点钟的方向；后面的这只脚，我们的右脚，朝向2点钟的方向。让我们身体放轻松。我们先做出刺拳的动作，再做出直拳、上勾、侧勾，回来之后再做出闪躲。想象有一个人要攻击你，你要去躲开他的拳头，最后再做出踢的动作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把这6个动作合在一起，调整一下呼吸，脚一样先踩稳。刺拳1，直拳2，上勾3，侧勾4，手先放回来之后闪躲5，最后踢击6，快速的踢上来。好，要快速的踢上来，这样脚才会有力气哦。好，让我们再一次，手放在我们下巴的位置，刺拳，身体要旋转，让我们的侧边的腹部面对现在的正前方。回来之后，直拳，一样，让我们的侧边的腹部面对现在的正前方。回来，上勾由下往上，手帮我停在我们下巴的高度。侧勾由外往内，让我们的手臂跟地板是平行的。
回来之后，两只手要让它回到下巴的位置，接着我们像画一个倒 U 一样，慢慢的由下往上。最后我们再做出快速的踢击，踢上来。好，接着我们把6个动作把它合在一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很好。大家记得要保持平衡，脚踩稳之后，我们再回到刚刚第一个动作，就是我们的刺拳。1、2、3、4，回来闪躲，想象有人要攻击你，你要躲开他的拳头。6，快速的踢上来。好，记得踢上来这个高度啊，大概都是跟我们的肚子一样高。好，所以不要让它摆得太低，要把动作做完整哦。好，手帮我放好，回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调整一下呼吸，肩膀放轻松，刺拳、直拳。上勾、侧勾、闪躲，踢到肚子的高度，很好。调整一下呼吸，记得把动作做出来的同时，嘴巴也要吐气哦。嘴巴吐气，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侧勾、闪躲，最后踢击往上。好，再一次，刺拳、直拳。上勾、侧勾、闪躲，手一样放在下巴的位置，踢击往上。最后我们往上踢的时候，身体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往后仰，千万要帮我保持平衡，挑战我们大家的平衡能力哈。好，手帮我放回来在下巴，我们把动作做得流畅一点点。1、2、3、4、5，最后踢上来，非常好。调整一下呼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再一次哦，手放轻松，先放在下巴的位置，刺拳，手记得伸直，让我们的中指面对正前方，直拳，让我们的手臂贴紧我们的下巴，让我们的身体延伸出去，感觉让我们的手变得很长哦。回来之后，上勾由下往上，侧勾由外往内。最后记得在闪躲之前，两只手要先放回来，慢慢的让身体画一个 U 字形，闪躲。最后踢击，我们要把脚踢到我们肚子的高度，往上踢，非常好。来，我们把动作合在一起，1、2、3、4。5，蹲下来，需要靠我们腿的力量，最后用力的踢上来。1、2，上勾、侧勾，蹲下去，躲对方的拳头，再踢上来攻击对方，很好。来，我们做最后一次哦。1、2，上勾、侧勾，回到下巴，闪躲，非常好。最后快速的踢上来，肚子用力。好。调整一下呼吸，让我们的肩膀放轻松，先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。好，再我们让两只手腕稍微活动一下，让我们的手指头稍微放松。海嘎周周懂后，让我们就休息一下，喝口水。海嘎后，待会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运通。今天我们会做到的是上肢的训练，我们会需要准备一条弹力带。那弹力带它都有分所谓的重量跟磅数，所以你可以稍微试拉看看，看适不适合自己。等一下我们会先把弹力带绕过我们的肩胛骨，绕到我们的背后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，两边的长度要差不多，慢慢的，我们让两只手抓靠近我们的身体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会往前，把弹力带往前推出去，让我们的双手伸直，再慢慢的回来。吐气的时候往前，双手伸直，让我们的拳头面对正前方，再慢慢的回来。好，让我们再一次哦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让我们的弹力带往前推出去，伸直我们的双手，再慢慢的回来。吐气的时候向前推出去，
再慢慢的回来。这个动作啊，会需要注意我们的手腕，要让它是伸直的。好，手腕让它是伸直的，千万不能因为弹力带就让它手腕跑掉或是往内。好，让我们的手腕伸直，面对正前方，再慢慢的回来。那也要注意我们的肩膀，不要让肩膀耸肩。所以我们的双手都帮它面对到正前方，到我们的胸部的正前方，千万不要耸肩。如果在做的过程当中啊，觉得脖子、肩颈会有点酸酸的，就不对喽。因为这个动作我们主要是训练我们胸部的力量，还有我们手臂后侧的力量。如果觉得肩颈会有点酸痛，我们可以试着把弹力带的难度降低一点点。那要怎么降低呢？我们2只手抓得越靠近身体，难度就会越高。你会感觉到弹力带非常的紧，很难把它推出去。如果觉得脖子不舒服，脖子紧紧的，我们就让2只手往前抓一点点。你会发现弹力带这个时候变得比较松，比较好可以推得出去，相对就会比较轻松。好，另外需要注意的地方啊，就是我们的弹力带放的位置。记得我们一定要放到我们的肩胛骨的位置，好，我们背后肩胛骨的位置，不要让我们的弹力带放到我们腰的位置哦，不要让我们弹力带放到腰的位置，因为推出去的时候，你的腰就会很容易往前跑，可能就会让你的腰会有点不舒服。所以我们弹力带记得放到我们的肩胛骨的位置，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往前推，再慢慢的回来，吐气的时候往前推出去。那一次的动作啊，我们可以大概做10下，那我们就跟着一起做哦。1，吐气往前，2，3，吸，记得呼吸吐气。6，肩膀放轻松。7，8，往前伸直。9，吐气往前。10，好。接下来第2个动作啊，我们会做的是弹力带的侧平举。这个动作啊，我们会训练到我们肩膀的力量，会训练到我们肩膀的力量。我们会需要先找一张椅子，好，稳定的椅子。我们的脚不要有轮子哈，那最好一样会有一个靠背。我们把弹力带啊，先坐在我们的屁股下方。记得在运动的过程当中，都要让我们的身体挺直，保持抬头挺胸。千万不能驼背哦。好，抬头挺胸之后啊，先检查一下弹力带2边的长度是不是差不多的，不要让一边特别长，一边特别短。好，抬头挺胸之后啊，我们手慢慢的往侧边举起来，举的高度就差不多跟我们的肩膀一样高，再慢慢回来。接着我们可以换另外一只手，吐气往上，再慢慢的回来。那这个位置啊，我们会是往大概45度的方向，大概是往45度的方向，再慢慢的下来，肩膀放轻松，一样。这个动作我们会需要注意，千万不要耸肩。如果发现脖子跑起来了，我们就让我们的弹力带稍微抓松一点点，吐气往上举起来，再慢慢回来。记得左右手都要交换哦，吐气往上举起来，再慢慢下来。这个动作会训练到的位置是我们的肩膀的力量，所以如果觉得过程中脖子、肩颈有点酸痛，可以稍微放松，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，让我们肩膀放轻松之后，再开始动作。好，调整一下呼吸，吐气的时候，我们让我们的手举起来，往45度的方向延伸，再换边。让我们的大拇指是朝上的，像比一个赞一样，往上举起来，再慢慢的下来，吐气，举起来，再慢慢的下来。那如果有些同学会觉得太轻松的话，我们就相反，我们就让你的手抓靠近弹力带一点点，靠近我们的支点，吐气往上，
你会发现弹力带变得比较紧一点点，这个时候难度就会比较高。吐气往上，那这个动作非常重要，它可以去强化我们肩膀的力量。吐气往上，举起来，再慢慢回来。过程中记得抬头挺胸，吐气往上，再慢慢回来，吐气往上，再慢慢回来。好，让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呼吸，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。待会我们再复习我们的胸部的动作，就是我们的弹力带胸推。所以我们先站起来。好，记得我们让弹力带是落在我们的肩胛骨的位置。检查一下两边的带子有没有一样长。我们让双手先靠近我们的身体，双手靠近我们的身体。吐气，我们往前伸直推出去，吸气慢慢回来，吐气往前伸直，慢慢回来。这个动作会训练到我们胸部跟我们手臂后侧的力量。好，我们胸部还有我们手臂后侧的力量。吐气，伸直往前，吸气回来。要注意我们的手腕伸直的时候，拳头都要面对正前方，不要让手腕跑掉哦。再慢慢的回来，吐气，伸直往前。一天我们可以大概做10到20个，那我们可以做2到3轮。吐气往前伸直，再慢慢的回来。好，那今天第2个动作我们是弹力带的侧平举，所以我们先把弹力带稍微往下放。坐下来，坐在椅子上之后，我们把弹力带压在我们的臀部的位置，把它固定好。一样检查一下我们两边的带子要一样的长度哦。好，手抓下来靠近我们的大腿之后，抬头挺胸，吐气，手像比一个赞一样往上举起来，再慢慢的回来。右边做完，我们换左边。再慢慢的回来，肩膀放轻松。如果觉得肩颈有点酸痛，我们就把弹力带稍微抬高一点点，抓高一点点，往上，让你的弹力带变比较松，难度就会比较低一点点哦。吐气往上，吸气慢慢下来，吐气往上，吸气慢慢的下来。这个动作是训练我们的肩膀的力量，所以如果觉得脖子、肩颈有点酸痛就不行喽。好，手抓好，吐气，抬头挺胸，往上举高，吸气慢慢的下来，吐气往上举高，吸气慢慢的下来。那一样记得这个动作，我们的手腕要伸直，不要因为弹力带的重量就让手腕跑掉啊！不要让手腕跑掉。手腕要是伸直的，再慢慢的下来，吐气，手腕伸直，不要让手腕跑掉哦。再慢慢的下来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个，左边吐气，回来，右边吐气，回来。最后我们让肩膀稍微放松，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运动就完成了。拍个周都懂后，那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，喝个水。